葉面肥係咩呢？一直都有人喺評論區講我一個耕田佬，讀得書少，了解咩葉面肥啊咁，成日講葉面追肥，施多啲化肥咪得咯咁。你太睇小人啦！只要你努力上進，總結經驗就會增加知識。今日同大家講下葉面追肥。睇完視頻評論區大家討論一下，認同嘅朋友用你發財嘅手點個讚。你以為土壤板結、鹽質化、土壤結構破壞係蚊子踩實嘅咩？係長期使用化肥除草劑導致呢一系列問題。由於根系同土壤嘅問題，有時候好難俾我哋去發現，因此就容易俾我哋去忽略。呢啲問題一旦出現，就會導致作物根系各種疾病頻發。根系係果樹吸收養分最主要嘅途徑。根一旦有問題，你施再多嘅肥，施再好嘅肥，樹體亦都好難去吸收。過去隨便落渣肥就可以有收成，因為土壤嘅問題。而今嘅肥料同埋農資用得越來越多，農資成本亦都越來越高，所以葉面肥就係為咗土壤板結，施肥不能滿足作物所需而誕生嘅。我哋按一定嘅劑量同埋濃度噴喺果樹嘅葉片上面，從而使我哋嘅果樹提供養分。咁葉面肥到底有咩特點呢？葉面肥可以彌補因為土壤問題，根系吸收不足，根系有各種疾病嚴重影響根系吸收養分嘅問題，就可以通過葉面肥來施肥，補充作物所需嘅各種養分，促進作物嘅生長，提高肥料吸收速度，避免吸收需要經過複雜嘅根系輸送轉化過程。一般情況下，葉片吸收養分嘅速度係比根系快嘅，可以明顯提高作物對肥料嘅吸收速度，快速咁解決作物缺乏養分嘅問題。以為你讀得書多就可以耕田啦咩？你親自嚟農村體驗下，或者你嘅評論會更加有力。呢啲荔枝已經係噴咗3次壯果浪㗎啦，目前長勢都比較滿意。壯果浪可以緩解生理落果，可以加強細胞分裂，增加細胞數量，促進果實嘅橫向生長同埋縱向生長，去提高果實嘅膨大力同埋產量。每次防蟲嘅時候，我哋就加上壯果浪去噴，一直噴到荔枝紅頭。荔枝現身紅頭之後，我哋再噴2次嘅萬驚紅芍色，你嘅荔枝就會又紅又甜又大，又會比隔離老王嘅上市早。壯果浪一包係對水1000斤嘅，30斤水係加15克或者17毫升。我哋隔700天防蟲嘅時候，就一齊加壯果浪去噴。未備好嘅朋友就揸緊時間備好啊！快遞需要3-5天時間嘅，冇到時想用啦。快遞又冇咁快係嘛？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